喂，不一样的坏，不一样的爱，我是最好的小坏坏。你给我的屌，你给我的屌，你给我的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。Cheguei na balada, doidinho pra habilitar. A galera tá no clima, todo mundo quer dançar. Uma mina me chamou e disse faz o tchu-tcha-tcha. Perguntei o que é isso, ela disse vou te ensinar. 哎，前面的小姐姐，你的衣服穿反了。哎呦妈！你他妈瞎呀你！来，下车来。姐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是新手。新手咋的？你瞅你他妈长得跟他妈嘎子块成精了似的，你他妈咋的想？你他妈骂谁呢？说他妈谁胖的？你是傻逼啊！我打死你！你他妈说我胖，我他妈能受了吗？儿啊，啊，快点，你爸在底下等着你啊！马上，快点的啊！快点！妈，这鞋整的，这鞋整的，这啥呀？这鞋让你给我弄的，这鞋给我整的，你是不是造外人呢？妈妈，干杯！走！这是嘛玩意儿？这是嘛？妈妈，你拿这个再搞一下我爸爸。嗯。我怎么快出来了？我知道的。哎，新娘来摆个造型，好，新娘往新郎那边靠一靠，好。哎呀我操！喂，救命啊！哎，别传！我就要看飞球了。你这就住不住嘛的？我不住。你这就住不住嘛？我不住啊。漂亮的娘娘，霸气的爷爷，你们不要吵架，好不好耶？周姐，现在你在这里，你看你的爷爷手多的吗？还是按我手机多的？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爷爷陪伴我成长。我爱你，我的妈妈。明天下午就去了，来啊！哎，瑶瑶，你笑起来特别好看。真的吗？啊，特别好看，特别美。哎呀，美若天仙。
哎呀，真的好俊呐！哎呀，太好看！哎，我们的钱呢？我来不到啊。啥子？来了个18岁的女网管？你确定？是D不是 B 啊？高二啊，D 着 B。华佗。不走啊 ！Hello， 哪个还有头像？头像？哎，哪个有头像？哪个有头像？对钱不小，你打啥字嘛？有钱呀！他这钱嘛，你不敢打嘛？他都是你的钱的嘛？他不是这个，就是我的钱呀！好